上帝是咱所有的人的朋友。当咱晚靠伊接近伊的时，所以这条歌是我细汉的时阵所吟的啊吼，就是咱不管到什么款的年纪，有可能咱拢活过迄个细汉囡仔的时啊，总是就亲像咱的老爸老母看咱的老爸老母看咱永远是囡仔，对不？我们的爸爸妈妈看我们，认我们永远会认出，咱是伊的囡仔，走袂去吼。所以共款，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安尼，咱甲上帝关系，因为伊当咱认伊做咱的天父的时阵，伊就会认咱做伊的囝。所以细汉囡仔的朋友，其实到不管咱啥物款的年纪，拢会当来吟这条歌吼。这是我细汉时吟，咱来听这个琴大这边正话拍落吼，来。囡仔的朋友，啥物人，啥物人，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好山那奇怪的主，好山那奇怪的主，好山那万王的王，代替着我们。咱剩头前啦吼，咱剩头前来，吼，咱来小看搁吟一遍啦吼，咱互较熟悉看，这条歌真好拍吼，真好拍来，咱做伙来吟吼，一个音就好，来，先预备来。细汉囡仔的朋友，啥物人，啥物人，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好山那奇怪的主，好山那奇怪的主，好山那万王的王，代替着我。我顶2礼拜迄个因为感冒烧声，就发现一样代志，其实毋通将所有的代志看作理所当然。换一句话来讲，有通出声的时阵，咱毋通想讲好，这我应该有诶无咯吼。有法度出声，上是会当真好势、真健康来活地，其实是上帝恩典。即时咱来献开圣诗第491首。因为咱有可能一年才会吟一遍这条歌，所以有当时也嘛无的确吟会到。所以这条歌的歌词真有意思，总是需要小可读册的，因为无啥共款吼。小可读册的，咱会当感受到这条歌的迄款的力量啦吼。咱做伙来读第1节的歌词，做伙来读来。打伫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选择，思想看法，找求应答，面对不茫疑惑吼，主愿要回应你，求你因带无离，伫阮一生所行所做，找你形象旨意。不管是到什么款的年纪，拢共款。咱爱追求上帝生命形象的旨意来活，咱做伙来吟第1节吼，做伙来唱。预备来。天君的期待，人生充满酸甜，诉说话话追求应答，面对光明。你。
事哦，来看见远大目标，抱着美梦将来，善用才能保卫语言，追求美好世界，选择真理活路，拒绝黑暗死无，直到上帝快乐充满。跑走头前路途第3节，咱继续读啦吼，来，这继续读，来，教阮亲身三听，用信心三同行，也用欢喜开阔心目，学习付出接力，找求别人会好，正义行德显露，互阮一切心思意念。得你光照万国，好，上尾第4节一定爱读的吼，来，咱做伙来读来。造化的主上帝，阮伫你是的，而且有一个真特别的词吼，台语的词叫阮伫你是的。当阮体恤要飞的时，袂受伤，得有时。一切宝贵运势，是你白白赏赐，让阮尽心尽力尽性，实行听的改变。咱来吟第4节就好吼，咱来吟第4节吼。准备来。造化的主上帝，阮伫你是的，当阮的心。准备咱的心。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走个。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接来吟圣诗，圣诗第319首。细汉囡仔的朋友，会众请起立吟全首。
徛着，做要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爸对也得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给我，应有我的活命。阿妹，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3篇，伫圣诗后面1019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因我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规念遮的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要仰望上帝，我要有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相呼应。你是上主喜乐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救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要仰望上帝，我要有要称赞伊。咱同心三甲来祈祷。恩典的天父上帝，阮带着诚心、谦卑的心来到圣殿，恳求你洁净阮的心思意念，来领受你的话语。阮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子，阮的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无私的疼甲救阮，赎回阮的罪，互阮会当做你宝贝的儿女。甲你有亲密的关系，佮领受你丰盛的活命，阮献上感谢。今仔日是青年时光纪念主日，阮恳求主赐福眷顾现代的青少年。虽然生活伫充满早起有色的网络世界，也愿会当明辨是非，无受迷惑，以主的真理、听恩典内面建造家己。智慧甲信仰也逐日加添。下主日是母亲节，阮也邀请无声合唱团来献诗联谊，做伙庆祝母亲节。8月份要下季学校甲平安营，求主你保守阮的儿童、青少年伫遮受到真好的造就。所有老师、学生同工彼此的合作，互教会充满喜乐甲活力。也诚侪爱读经、互相关怀、爱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主听阮的祈祷，
也恳求主的应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那到来看上帝话，伫罗马书第4章第1到12节，现代台语本第333页。安尼，关于咱血统的祖先阿伯拉罕，咱袂讲啥物。阿伯拉罕若是对行为受称作义人，伊就有通夸口。对上帝看，伊无通夸口，因为圣经有记载，阿伯拉罕信上帝，因为安尼，上帝就甲伊算作义。人做工得到工钱，无算恩典是应该。毋过无靠行为，只有信迄位宣判罪人做无罪的上帝的人，因为有即个信。上帝就甲伊算作义。大笔嘛有讲起，无靠行为，互上帝甲伊算作义的人有福气。讲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有罪的，这款人真有福气。安尼，这个福气只有互受割的人是无。毋是，嘛互无受割礼的人，因为咱已经讲，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就甲伊算作义。是安怎算？是伊受割礼以前，还是以后？是割礼以前，毋是割礼以后。后来伊又受割礼，这个割礼是一种记号，印证伊未受。割礼以前就对信，互上帝接纳做义人。遐个无受割礼的人，因为信，上帝有接纳因做义人。通互阿伯拉罕做遐个无受割礼的信徒的祖先，伊嘛是受割礼的人的祖先。因毋领受割礼，嘛有照咱的祖先阿伯拉罕受割礼以前。信心模范的生活。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过去行人。赞美，有请圣乐队要赞美的诗歌是诗曲《踮阮身边》。
应当请吴牧师特别是因信算做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愿上帝平安，也甲咱做伙伫地。这个时阵，特别是伫这个期间，其实这个期间拄好是春天要转做热天的时，所以天气无真稳定。所以我嘛知影讲，检菜真侪人会因为这个天气真无稳定的过程，来感受到身体有顶下，也是讲有当时会拄到的艰苦。就亲像咱的圣歌队逐段所带咱做伙吟唱的，咱求上帝特别扶持，迷路的时带咱倒转，咱痛疼的时，主赏赐的安慰，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咱上好的朋友、至好的朋友，当然是耶稣。总是有可能，咱也会当听做咱身躯边兄弟姊妹至好的朋友。所以，这个时阵，我要邀请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诚做伊的好朋友。所以，请甲伊会当请安，上时假使会当握手，会当互相问安，讲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安尼是上好。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阮的声音，阮的肉体，阮所得到的。主，阮知影，这是阮未堪得，总是你所赏赐。求上帝特别甲阮做伙伫地，互阮珍惜阮生命中所有的，也帮助扶持，互阮不管伫啥物款的境遇内底，拢通伫迄个所在拄着你以及你的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假使有一天咱摕簿仔去银行录看偌济钱，录的时突然间发现讲，加一条钱呢，咱会感觉安怎？毋过，咱心内底是毋是有另外一个种会走出来讲，迄人毋知这是毋是有诡计啊？是毋是？迄有当时加出来的无的确是稳定的，有当时是，所以有当时是安尼迄个。人送的礼物毋通黑白体我要坦白讲特别咱伫外口甲人直接，其实是安尼。人所送的礼物毋通黑白体。有当时这个政治人物就是因为安尼去互控制的总是假使这个时阵，咱心内底拄仔咧扑扑彩的时阵，突然间阿姑敲一个电话来讲，富人啊，我昨昏卖一间厝，有一寡甲你分享。安尼咱是毋是感觉就较轻松啊？对吧？安尼咱就感觉好啊，较轻松。随上这就是今仔日的经节。今仔日的经节就是安尼。今仔日经节咧对咱讲，做互咱亏欠上帝。怜悯的上帝知影咱的困境是咱安怎做拢袂当行得清，所以透过耶稣基督，伊讲免刑啊。咱若愿意相信，咱会互伊免刑，互伊算做义，这就是伊白白恩典。罗马书第4章第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关系咱血统的祖先亚伯拉罕，咱要讲啥物呢？保罗拢
咱会知影罗马书伊的惯例就是安尼用问甲回答来组成伊要讲的，所以咱免替保罗回答，后壁伊就会自然回答。吼，原文应该讲，咱要怎样讲咱的先祖阿伯拉罕凭肉体所发现的？原文是安尼吼，一句。保罗所讲的“咱”是啥物人？伫保罗批信内底，每一遍拢讲到血统肉体，拢会甲你做伙连结。所以保罗伫遮不管是咧指甲你，还是血统，其实煞落伊要讲甲你，拢是延续的，就是罗马书第3章27节。保罗伫遐问讲，咱有啥物通夸口的即个讨论？所以即个咱伫即个所在，应该指的就是犹太人。克兰菲德即位神学家，根据当时犹太人传统的文献，特别有一本当时犹太人传统的文献叫做《希尼册》，顶头是安尼写。讲阿伯拉罕伫主面前所有的行为，拢是完全。伊一生年日的记，拢是通欢喜的。以及当时的真侪文献来推论，当时的犹太人因认为阿伯拉罕就是这个世间唯一几位无需要悔改的义人。所以因认为伫因的头壳内底，因认为讲吼，阿伯拉罕就是迄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然后伫圣经内底，历代志下卷20章的第70节，雅各书的第2章23节，拢讲到阿伯拉罕是啥物人？阿伯拉罕是唯一互上帝称作伊的朋友的人。所以，那安尼阿伯拉罕有理由来夸口哦，是安尼。所以即句问话其实是伫迄个背后是安尼想的。总是保罗并无安尼认为。罗马书第4章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伯拉罕若是对行为受称做义人，伊就有通夸口；毋过对上帝看，伊无通夸口。这个原文应该是头前即句叫做阿伯拉罕若是照着行为被称义啦。简单来讲是安尼，照着行为被称义。其实这个写法，甲罗马书第1章的17节，照着信，就是本着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写法，迄个希腊文的形式是共款。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雕工的文学安排。卡巴就是安尼讲，阿伯拉罕是性格真强烈、真勇敢、无惊、真有个性的人。安尼描述，总是伊煞落安尼讲哦，伊讲人啦，因为安尼来家己夸口，想讲我已经是上帝的朋友，我会当得到上帝称义。那安尼就表示，除了伫耶稣身躯顶头指明迄条死亡的路，阁有其他简单的路通行。有啥物人会放煞简单的就困难的？所以卡巴特刷落安尼讲，阮有话通讲，要讲阿伯拉罕，因为伊的义有通夸口的所在，总是对上帝看，伊无通夸口。虽然阿伯拉罕伫上帝面前无啥物通夸口的所在，总是伫人的眼中来看，检采确实有伊通夸口的所在，实际上这并无冲突。就亲像咱先人，亲像孔子，亲像关公，才会互人奉做伫这个世间，互人奉做先圣先贤的这个古早人。伫因的时代内底，检采因做人，因的品德品行有通夸口的所在，
迄是对人。总是来到上帝面头前，因无法度夸口，因为因是人，因更较需要知影家己是罪人。因为安尼过头高估人，就是将人甚至将人奉做神来拜，这拢是真好笑的代志。罗马书第4章第3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圣经有记载，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安尼上帝就甲伊算做义。现代台语译本翻译较准确小看，因为原文保罗差不多逐字引用74译本创世25章的第6节。原文应该是安尼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并且被算做义归伊。算其实是保罗伫遮用一个入孝过继的即种想法，来表示上帝认可、认同亚伯拉罕，互伊本来无的，就归伊。伊本来无嘛，总是算伫伊的孝，就亲像早起时突然间醒来，突然间发现，我突然间有啊。创世纪15章的第6节，完全无讲到亚伯拉罕做啥，就讲伊信上帝。所以上帝是将白白人所未堪得的这个恩典，算伫伊的身躯顶头。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做呢？罗马书第4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做工得到工钱，无算恩典是应该的。原文是讲对做工的人来讲，工价毋是照恩典算的，是照应得的数额。伫罗马时代，迄个主人也是请工的人，会去请工人来伫伊做工进前就讲互定。伊这个讲互定是有罗马法律来保障的哦。当时伫罗马时代，是这个讲互定是罗马法律保障的。然后，这个保障所得到的工钱，甲利米恩典是无共的，所以白白得到的一定是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的利米。罗马书第4章第5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毋过无靠行为，就信迄位宣判罪人做无罪的上帝的人，伊因为有这个信，上帝就甲伊算做义。上帝宣判亚伯拉罕无罪有义的地位，就是伊要是伫罪人的时，因为伊信上帝。保罗是安尼讲，就亲像亚伯拉罕，咱遮的有罪人，嘛只会当倚靠伫基督内底的恩典，凭咱的信心来得到接纳。因为就是亚伯拉罕同款，甲亚伯拉罕同款，伊无啥物通夸口的所在，所以咱也无啥物通夸口的所在。因为咱知影家己袂堪得，虽然袂堪得，总是咱会当得到救，因为咱所倚靠的是这位信实的上帝。伊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无算咱生命中的数。咱生命中过去，因为咱的罪性，诚做 minus， 但因为跟我的主，咱相信，就会当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互伊算咱做义，甲上帝有合义的关系。
罗马书第4章第60到第7节，刷落去保罗引用大笔的话，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大笔嘛有讲起无可行为，互上帝甲伊算做义的人有福气。伊讲，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擦销，即款人真有福气。保罗雕工用当时列比解说圣经的迄个形式，伊引用其实就是咧强调伊引用的有分句，因为出对大笔，咱来知影大笔是啥物人？大笔当然咱现在看伊是以色列真伟大的王，总是当时犹太人的社群传统中，有可能是将大笔看作是先知。保罗引用诗篇32篇的第1节到第2节，其实这个真特别的所在，是甲创世纪15章第6节拢用同一个动词，叫做算。伫旧约中，咱来知影，咱若好好读圣经，对创世纪开始，咱读到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心意，互人结出爱甸乐园，然后线接咧，就一直记录一个搁一个人类的罪行，包括伫挪亚的时代也共款。挪亚的时代只是留性命，伫挪亚内底只有留性命的遮个人安尼尔。所以伫保罗眼中，亚伯拉罕相信顺服上帝的呼召，伊是第一个人类觉醒，然后透过亚伯拉罕伊生命中所承受，带来整个人类命运的改变。就亲像保罗写互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的批顶头安尼讲，加拉太书第3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圣经事先就知，上帝会互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宜的关系，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讲，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保罗认为上帝早应允互亚伯拉罕的迄个祝福，就是福音啦。好消息其实会当翻译做福音，就是伊心内的福音。上帝早就伫迄个时阵，对亚伯拉罕应允的时阵，伊这个应允就是伊要互将伊的祝福互所有的人，这就是上帝宣告的福音。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已经来，所以保罗大声吟唱诗人大笔的吟唱，罗马书第4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无算伊有罪，这款人真有福气。卡巴特读到遮，伊安尼写，伊讲上帝通过无讲出是，上帝通过无讲出伊的事，上帝无搁算咱性命的罪，即款人真有福气。福气啦，这是诗篇第1篇上出名的形式，指的是人无烦无恼，幸福快乐。所以毋通想讲福气啦是威士忌。古早迄个台湾有一个广告，毋通想讲迄个福气啦叫做啉威士忌，迄无共，迄完全无共，因为啉威士忌无得较会得到福气。总是福气啦，伫圣经甲真正的信徒的身躯顶头，
确实这是咱所追求的。伫智慧的文学内底，福气啦，大部分是咧指咱若安尼行会得到福气。所以伫智慧文学内底，咱若读圣经，咱就知，通常是讲你若安尼行会得到福气，若无你会拄着灾厄。这是智慧文学。总是后来伫犹太教的传统内底，是咧提醒遐个眼前陷入困境上帝的百姓，未来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福气。然后伫主耶稣基督的教示内底，是伊伫山顶的宝训中，马太福音第5章，伊所讲的迄个八福气，拢讲福气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延续主耶稣的迄个传统。伊咧提醒现在所有的人，当咱伫困境亲像旷野的时阵，伫旷野的时阵，上帝要来甲咱见面。总是上帝要来甲咱见面，当是好代志，无得靠哦。咱爱知影伫圣经的传统内底，上帝来是带来伊的审判，对无？伊到底审判，伫伊审判台前，咱徛会掉，徛袂掉？毋知呢，所以咱会惊。总是咱爱相信，即位上帝来时，会亲像伊家己所宣告的。出来记34章第6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面前经过，宣布讲。上主有仁慈稳定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伊无快受气，所以啥物货？伊袂甲咱计较。咱若信，咱会成做有福气的人。罗马书第4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这个福气只有互受割礼的人是无，毋是，嘛互无受割礼的人。因为咱已经有讲，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就甲伊算做义。照律比的解说有可能，所以即句话有可能是保罗咧甲咱爱小可了解即个背景吼。是安尼讲着割礼，甲咱敢若无啥关系。总是当时保罗的批信内底，伊有可能是咧甲另外一群人咧对话。迄群人认为割礼真有价值，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保罗伫遮安尼讲，保罗讲迄群人是啥物人？因为照律比的解说。只有受割礼的人，才会当得到即种福气，着顶头的即种福气。总是保罗拒绝即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伊讲阿伯拉罕信上帝，上帝认伊做义，是安怎算？所以罗马书第4章第10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是安怎算？是伊受割礼以前，也是以后；是割礼以前，毋是割礼以后。所以，咱爱知影创世纪咧描述阿伯拉罕，互上帝称作义是啥物时阵？是创世纪15章第6节。然后阿伯拉罕行割礼，互上帝讲：你行割礼，甲我立约，安尼叫做伫肉体顶头立约的记号。是啥物时阵？是创世纪17章第10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阿伯拉罕是伫割礼进前，然后呢，阿伯拉罕行割礼了后，才互上帝来改名。因为阿伯拉罕进前叫啥？叫阿伯兰。伫迄个割礼了后，阿伯拉罕互上帝来改名，换一个名。伫这个仪式进前，伊就互上帝宣判伊无罪啊，
所以这是伊也未受割礼进前所发生的。罗马书第4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后来伊有受割礼，这个割礼是一种记号，印证伊也未受割礼以前就对神和上帝接纳做义人。遐个无受割礼的人，因为是上帝有接纳因做义人。含互阿伯拉罕做遐个无受割礼的信徒的祖先，中文翻译做记号，就是表征啦吼。原文指的是伫古近东以及希腊罗马的文化内底，用来做认证以及表示这是我的记号，听有意思吼。所以当时咱来知影，当时你若啥物人做啥物人的路财，你的身躯顶头会互人印一个印，表示你是属啥物人的。所以这叫做记号啦，就亲像牛，真歹势。当时是你若做人的路财，你身躯嘛爱有即种记号呢。不只是牛尔吼，牛羊，咱爱知影牛羊古早就是用迄个烙印，迄个烧，来烧一个魂，来表示这是啥物人的。所以这个叫做记号。保罗讲，就是安尼，割礼是迄个记号，表示你属啥物人的。咱等下读着。我等下讲加尔文是安怎讲啊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认为阿伯拉罕受割礼的意义是一种记号，是外在通见会当甲上帝立约记号。虽然是记号有价值，确实有伊的价值。然后上旧约时常用啥物的囝来称呼有某种特质的人，就亲像箴言内底时常安尼讲。咱来读箴言第10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啦吼。所罗门的箴言：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愚戆的囝，互老母忧闷。所以，啥物的囝，其实伫旧约中会表示是咧表示啥？伊是有啥物特质的人。所以共款哦，保罗用即款的概念伫遮咧表达即项代志。伊咧讲，遐个甲阿伯拉罕共款，也未受割礼，总是相信上帝委身伫伊的人，遮个人拢通讲是阿伯拉罕的囝。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有唱着一条歌，叫做阿伯拉罕的后裔。啊，迄阵仔我就想讲，啊，我都明明都毋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啊。原来念的其实就是对遮来的，啥物的囝，其实是对遮来的。罗马书第4章12节，做伙来读上尾即节吼，做伙来读来。伊嘛是受割礼的人的祖先，因若受割礼，嘛有照咱的祖先阿伯拉罕受割礼以前信心的模样得成活。所以保罗咧讲，上帝后来互阿伯拉罕受割礼，另外一个意义甲价值，就是爱互伊成做一切相信的人合一的关键。一切相信伊的人，包括啥？也未受割礼，甲受割礼的人。伫这个世间，咱会用真侪方式来分别彼此。古早伫保罗时代，检采用割礼来分别彼此，总是今仔日嘞，咱嘛用真侪状况来分别彼此。总是上帝透过安尼咧对咱讲，
伊要互一切相信的人合一的关键是亚伯拉罕。所以一方面，伊伫还未受割礼之前，已经受称义，就诚做相信未受割礼的人的老爸。后来伊也受割礼，就诚做所有受割礼相信的人的老爸。所以割礼虽然是外在记号，总是割礼其实完全并毋是上要紧的代志，要紧的是生命中归属上帝这项代志。所以生命中我愿意归属上帝，愿意过信心委身上帝的生活。伫保罗的眼中，这就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加利文是安尼，伫伊的讲道内底，伊讲到割礼这项代志。因为加利文的讲道就亲像我的讲道是逐节安尼解说。咱若有读加利文的，特别是罗马书，伊会逐节拢解说。伊咧讲着，伊写着即段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割礼亲像洗礼。伫个讲道内底，伊讲割礼虽然袂当互人称义，总是并毋是假的。上帝已经指定成做伊恩典的管道，所以就亲像进前的割礼，今仔日的洗礼也包括即两项代志。就是咱有一个新的生命，加做得到赦免的记号，这是加利文的解释。所以宣教的保罗写批回应当时犹太基督徒，因咧坚持守犹太律法甲割礼外在的行为，来求上帝讲：上帝啊，你莫算我性命的少，这是完全无意义的。因为所有的人拢爱相信，然后活出主耶稣搁我的性命。那安尼，咱才有法度做得到赦免。只有相信上帝，因为上帝的恩典，这真正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才会真正互上帝算做义。我相信伫耶稣的门徒内底，彼得可能感觉伊算上好。我对细汉开始数学拢读无啥好。哦，不要紧啦吼，不要紧啦吼。对。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就讲到彼得真够算的所在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彼得来问耶稣：主啊，我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伊几摆？到7摆是无？耶稣甲伊讲：毋是，我毋是甲你讲着到7摆，是着到70个7摆。咱来知影，照当时律比的建议讲，你若会当人赦免上最3遍就好。就亲像咱今仔讲吼，迄个话真要紧，所以讲3遍。吼，迄是当时律比的建议。所以彼得感觉讲伊真够算，伊讲我可能会较好，所以我安尼我人赦免7遍好无？这个标准比律比的标准较悬吼。所以彼得可能感觉伊真够算，真得意。主耶稣的应答真有意思，伊毋是讲赦免人490遍哦，且毋通安尼照安尼算哦。伊毋是安尼讲哦，伊的意思毋是安尼哦吼。伊的意思是讲，咱若当赦免，袂当用算盘来算。了解意思吼？咱若要赦免人，请莫伫遐一条一条来算，因为上帝袂安尼甲人算。所以刷落去，主耶稣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欠真侪钱的奴仆，
然后迄个王人民伊都还袂起啊，欠够侪钱的还袂起，就来叫来，大家讲，你欠我的小免付啊，就安尼，你欠我的小免付啊。然后咧，这个罗卜，这个活动心，去将欠伊几箍银。伊的同事的人，迄个同事啊吼，的颔棍啊，扭掉的，逼伊还钱啊！甚至来讲，啊你也无还吼，我要叫官来关入去加入内底。所以讲，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罗卜所展现的，就是咱这个欠缺稳定的世界，真正。会形成，因为对细汉，咱就互人教育讲，咱若要伫即个世界出人出头，咱就爱打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然后，咱对细汉就互人教讲，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迄个无互你白食的。你爱要求家己的权利，无人会替你争取。所以讲，咱对细汉真自然就互这个世界的规则，真做咱知影，咱爱伫迄个规则甲规矩的内底来活。我若要得到啥物货，就爱为这个来打拼。我若想要赢，无想要输，我就爱。拍倒其他的人，才有法度赢。总是咱若听落来，好好听圣经咧对咱讲真美善的声音。圣经却对咱讲，咱所得到的是咱不配，因为咱堪得的是刑罚，却得到赦免；咱的罪极轻，却得到稳定，咱远离开稳定的家，总是伊会听，却伫门边咧听候，要来要来揽，迄个离开厝远的咱。C.S. 路易斯伊信主了，伫4月25号。迄天，伊搁重新伫信仰告别的时阵，读着使徒圣经，就亲像咱拄仔伫礼拜中咧读使徒圣经共款。伊读着即段，伊讲：我信罪得到赦免。伊安尼写，伊讲，当伊读着即句话的时阵，伊的心就光起来，真理清楚显明。我才发现以前袂捌专心相信这个真理，我的罪得到赦免。愿上帝稳定的算数，将咱的罪洗清，将咱算伫伊的稳定内底，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知阮是袂堪得，总是你的稳定。白白稳定，教育阮用，帮助阮，互阮知，阮虽然离开你稳定的家真远，总是你要徛伫门边，听候阮。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阮不配。总是阮愿意回头来挖掘你，因为阮知当阮挖掘你的时，你会无算阮过去的笑，你会甲阮接纳阮、抱阮、压阮伫你面前。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天涯地久。
接来吟圣诗，圣诗第491首。今仔青年时代，非常请起立吟全首。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酸甜，思想看法追求应当，面对不茫一天，主我玫瑰里，丢零花茉莉。我的远大目标，抱着迷茫中来，千年再也无畏也追求美好世界，选择真理活路，故作黑暗是梦。好走靠前路途，甘愿真心撒跳，用信心撒当跳，也愿欢喜开阔心马，好是付出艰难，追求把人的好。正义抗敌天路，好我一切心属意了，对你更加欢呼。更愿提醒每陪是为受伤对父亲，一切可归无数，是你白白受伤，让我真心真难真心是偏飘的改变。会场请坐，接下来的红颜，请林富祥用地方结束来书献。会场请起立，接来吟红颜的诗。
咱三个后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满心感谢罗你，感谢你，予咱有这机会一届来三甲敬拜罗你。这是阮奉献淡薄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求主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会长请坐。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听书单下面，我读一遍，请会长读两遍。彼得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伊几遍，到7遍是无？耶稣甲伊讲：毋是，我毋是甲你讲着到7遍，是着到70个7遍。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请。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我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伊几遍，到7遍是无？耶稣甲伊讲：我毋是甲你讲到7遍，是到70个7遍。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请咱掀开周报第1页，下周的书完，请咱伫万心。咱的聚会，小组的聚会。迄句奉献的名册，楼顶单，请办公室来更正。咱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曙光青年曙光纪念主日，请为着这曙光来代祷。5月份伫月中节长老李正义结束赞美主吴文仁。主日学会议伫今仔日下晡1点伫9楼召开，请老师甲同工出席参会。检审查会议伫下晡2点半伫9楼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2025年7到12月刑事日已经公布伫4拿公布拿，若有要变动的，请伫5月18进前办公室来提出修改。下主日是母亲节甲福音主日，邀请牧圣秀团来诗歌分享。这一天，礼拜是2场合并，对9点半开始，欢迎邀请妈妈甲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教会消息：第1点，副团契举办亲子相在课程，讲师是黄冠廷主任，时间是今仔日下晡1点到3点，伫9楼主持学合班教室。第2点，下季学校开始报名，活动的对象、报名的费用、活动时间、报名的方式、报名的期限，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2025年桃园教会暑假音乐营开始报名，活动时间、地点、课程、对象、费用、报名截止的日子是7月15，请咱欢迎咱家长啊、学生做伙来参与。其他消息，合作社理监事会伫后礼拜，对不起，伫今仔日12点半伫702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我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素玉姊妹对吧？好，请起立，互咱大家小可熟悉一下，咱拍鼓啊，来大家欢迎吼，欢迎，请坐，嘿，愿上帝帮咱夫妻吼，我相信敏珍姐甲秀玲姐做伙关心
啊，愿上帝也帮咱扶持，啊，毋忘这个数学者伫咱的教会内底，咱既然来，就是咱的好朋友，所以愿上帝帮咱，互数学者伫咱中间得到接纳，得到上帝也相时也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快乐甲幸福。我伫遮特别来报告，请咱后礼拜，咱后礼拜只有一场礼拜。上时要用华语来进行，因为考虑到大概所有的人会当做伙，可能用华语来表达可能较好势，所以后礼拜只有一场是9点半。上时后礼拜有一个真特别的日期，就是通常咱拢将后礼拜这个礼拜日拢拿当做是母亲节，对吧？所以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会当。带咱厝内的妈妈来遮吼，然后咱做伙来庆祝母亲节。上是因为咱若叫做福音主日，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咱透过这个传福音，互外口的人感觉讲教会毋是遐尼大袂入来的所在，上时也无遐尼严肃，所以福音主日就是要邀请厝内底也袂听见福音，也是。平常时较无组织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组织，所以免伤远，咱就邀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也是咱也感觉讲，后礼拜咱会当邀请妈妈来。真歹势吼，后礼拜有一个重点是后礼拜无爱餐啦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遮举行了，意思就是咱当带妈妈，也是转去甲。妈妈做伙食饭，吼，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后礼拜教会无提供便当爱餐无吼，所以就是9点半开始，然后约了我想应该是差不多11点，就是11点出头吼。因为木生合唱团会带来真水的声音啦吼，上时也会当带来真水的见证，吼木声合唱团是师大音乐系应该是拢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学生，然后现在真侪拢咧做老师，真侪拢做老师然后木声吼，这个是会幕的艺术，对会幕出来的声音，所以是一群基督徒的音乐老师所组成的合唱团，然后这个合唱团。只有女声啦吼，只有女声啦吼，所以更较真特别的是安尼。对，因为因是真侪人拢是声乐读声乐来毕业的，所以因会当唱迄个真咱时常咧讲艺术性极高的曲目啦吼。我去听过两遍吼，因确实是这个歌唱起来是无简单，毋是普通的人会当唱的啦吼。不过不要紧吼，后礼拜绝对袂遐尼悬啦吼。大概就是讲会当互咱老少咸宜，会当大家做伙来欣赏。像是透过安尼欢迎邀请咱厝内底大家师真久无来做礼拜，也是毋捌来到教会吼，就是要邀请因做伙来吼。这个是后礼拜这个意思，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注意吼，对，后礼拜咱9点半才开始吼，像是后礼拜只有讲华语，吼欢迎咱大家楼顶招楼骹，阿爸招阿妈，吼不要紧，不要紧，就是做伙来参与后礼拜的这场的礼拜，愿上帝帮咱扶持。咱有几个暑期的营队，即摆咧进行报名中间，随上。我要特别讲，这个音乐营的部分嘛是甲木声合唱团做伙来合办的，所以欢迎咱大家吼，人共款。若8月份咱感觉讲时间会拄好，这个是国小1年级以上，然后若要学习乐器吼，即摆目前有声乐小提琴、甲大提琴、甲古典吉他吼，真歹势，古典吉他已经报名，迄个班已经结束啦吼。所以真歹势，已经报满吼。不过咱若有兴趣，会当来学小提琴、大提琴吼。无
国小一年级以上的意思就是讲，咱现场拢国小一年级以上啊，所以现场所有的人拢有资格来报名啦。意思是安尼吼，所以咱会当欢迎咱大家啦，时间会拄好，咱会当做伙来报名。这个音乐营的部分是8月4号到8月7号，然后8月9号早起是有一个成果的发表。像是咱的学几校嘛咧报名中间，咱伫暑假其实有几个营队，目前已经咧参详有一个韩国的青年要来到咱的教会来做宣教，要甲咱的青年做伙吼。这个我一定伫小会顶头有报告。所以细节顶头，若更较清楚，会互大家知影。愿上帝帮咱扶持，透过咱暑期的营队，真正互咱这个140周年的庆祝，有上帝特别的意思。咱来知影，教会咧庆生吼，较无甲其他的人无啥共款。教会庆生要紧的是咱来知教会的目的是啥？教会目的就是传福音啦。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伫今年所举办的这个活动，真正将上帝福音伫这个所在，伫咱的家，伫咱的生命中报传出去。到来吟圣诗第398首，为咱救主耶稣基督，会将请起立。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听圣歌队的祝歌。Jesus.
平安绿岛。平安礼，请大家互相请安，行平安礼，耶稣请你，愿你平安。